分流仙果，分流仙果啦，教化菩萨。然后这次白羊应用的时阵，咱师尊啊，请多时再来走的，所以这是这个叫做教化菩萨，教化菩萨，教化菩萨，教化人心顺顺善良，菩提妙性时时关照，化众修办明体言和，杀道真诚，跳出苦者，无奈教化菩萨。教化菩萨就是咱即马叫师弟，现在我们礼节内底都有嘛教化菩萨，教化菩萨我们现在叫师弟，师姐啦再来师尊行道的时阵，本来是分流仙果，气天人间，来个是来应着师尊在行道的时阵来帮助来开导。所以虽然现在一观念化的代志非常帮助了，上天老师也教化菩萨，所以做啥？随风教化，所以教化人心顺顺善良，